来，乡亲啊，继续来看驻美国的代表余大雷，才就任半年就互压了。第一，要求买将近400万的豪车；第二，以官社所采买费用公开800万，防指控乱用公款。余大雷是开记者会来驳回，讲拢是不实的指控，绝对无要接受这种针对伊人格的侮辱。对我跟我太太在个人的人格跟这个操守这种污蔑的这种站出来的捍卫我们自己的清誉。向人格郭保证绝对无把当事当作细汉的话。去年接任驻美大使余大雷，伫咧华府亲身面对镜头发冤枉，伊扣周刊要了，要求买400万的宾车，加上官社的采购，开买800万。你提到的这些数字其实都是很浮夸的，比如我买2个咖啡机，然后什么一台要10几万台币，那个牌子最贵的拿来说，这个就是余大雷买。讲咖啡机的价格无遐贵啦，买槟城含碰起，向20几年爱换买嘛拢是同一个牌子、同款式，买回数字800万，伤过碰风。安换公务车伊安尼讲，当地的这种情况跟大家融入，人家进出都是这种车子。那我们在接待国内的这个首长，或者是参加重要的会议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应该有一个类似的礼宾车。所以我是建议把那2台已经不能用的车子，今年已经可以换。我说这2台换1台。强调要甲贵宾直接爱互人坐家的舒适。不过伊嘛先前坐公务车伫咧市区内底伤塞屈啦，嘛捌坐公务车伫咧路口踅街，要如何害互家己清白？伊讲无800万遮尔济，绝对没有800万，没有800万。我非常认同卓院长他讲的，就是说要以高规格来处理这件事情。我非常期待国内的相关的单位能够清楚的调查这个事情。洪亚了，伊开钱才拍手，余大雷法官往侪清，而伊开钱到底敢有存在？相关单位嘛开始来调查。Hello， 我是易景，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